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頻道。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今日嘅日期係10月6號。比較少有同大家睇一個討論區嘅貼文。2日之前就有網民就喺手足討論區嗰度就發咗個貼文。個標題咧就講到老老豆豆加拿大真係俾香港人吹噓得好誇張。佢係歷數咗9點香港同加拿大嘅對比一啲加拿大唔係咁好嘅地方。佢自己咧亦都特別笠一笠頭盔就講明，即係佢喺嗰度咧係住咗，佢喺加拿大咧住咗幾年嘅，唔係話要唱衰加拿大，只係講現實啦。少有地呢種貼文咧，喺手足討論區嗰度咧，少有地真係 like 多過 dislike 多好多噶，應該都真係講中佢哋即係心中所想啊。個貼文咧就一開波直接就數噶啦。第一點就講到水電煤費特別貴能源供暖用水全部都高過香港好多。冬天開暖氣仲要小心銀包㗎。咁呢部分咧，即係一方面佢哋嗰邊咧就即係嗰啲能源特別貴啦，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內地咧叫做唔係即係香港呢邊咧有內地供應唔同嘅能源俾香港，又有佢嘅另一種着數，所以就呢種對比係事實嘅。好多西方國家水電煤費一啲都唔平。第二點就講到啦，食嘢嘅開支咧其實唔低㗎。近幾年嗰啲超市嘅價錢都開始唔平啦，出去食就更加貴。有啲人夾硬就話自己煮就會平啲，但實際上好多嘅調味料、燃氣、時間成本都冇計到落去㗎。佢都講得好現實即係自己煮本身都有好多額外嘅成本時間成本，甚至乎個時間成本覆蓋到你去買餸都係一個時間成本嚟㗎。我自己咧亦都加多兩句啦，就係偏偏我哋香港人咧就特別有個習慣係中意出去食而倒翻轉咧喺嗰啲西方國家出去食咧，明顯就幾揦脷嘅，即係呢一點咧就真係撞得幾厲害倒翻轉喺內地咧就真係外賣平台嘅崛起啦出去食嘢咧，即係食外賣咧就相對係真係平好多同埋仲有咧就係都算係外賣平台嘅崛起。你買餸咧，依家哪怕你買一啲新鮮嘅肉類蔬菜海鮮你要鮮活嘅，佢送俾你，因為佢效率已經好快啦，啲外賣平台佢就能夠保證到咁新鮮。你又即係想自己煮嘅嗰個時間成本都冇咁貴。呢個係內地嗰少少嘅對香港嘅特色啦，咁樣係啦。之後仲講到第三點，人工低，工資增長慢啦。好多行業嘅人工都追唔上通脹，實際可支配收入仲少過香港。其實咧都連帶第四點就係稅嘅稅負沉重即係所得稅EI、CPP 加埋 GST、PST 俾政府一大截先至剩低啲生活費呢個咧其實都聽講過㗎啦，即係西方國家咧收稅方面咧就特別完善嘅，而且咧個稅率咧就似乎係特別高嘅。而倒翻轉咧，香港咧個稅率咧就出名係特別低嘅，導致到咧即係啲有部分嘅香港人過到去可能就唔係咁適應啦。望落嗰份人工可能係差唔多喎，結果真正到手可支配收入咧，原來可能係少過香港嗰邊好多㗎。之後仲講到第五點治安唔似講得咁好㗎。喺嗰邊偷車俾人爆格，甚至攞刀仔嚟打劫，仲有嗰啲吸毒嘅街友都唔少見㗎。並唔係所有區都安全㗎。有啲嘢真係講得現實啲，有錢人區域就安全咯。即係喺嗰邊似乎就傾向呢一方面咧就比較明顯嘅。啲有錢人嘅區域咧，啲普通人根本就入唔到去，咁人哋咪夠安全啦。比較平民嘅區域就好自由嘅，好公共嘅區域係嘛？就我都唔講咁多啦。之後第六點就係天氣陰沉又濕冷
咁啊，冬天長期冇陽光，好多人個精神咧都會受影響㗎。並唔係話嗰種習慣咗就得㗎。亦都係㗎，即係我哋都多少聽講一啲移民嘅新聞都講到特別是冬天過到去，可能有啲人咧就即係講得直接啲啦，精神唔係咁好啊，受影響，甚至係抑鬱啊等等即係長期都見唔到陽光呢一啲都係有影響啊。同埋就係嗰個濕冷咧，亦都聽佢哋講咧，要特登買啲儀器去嚟除濕呢一啲都係要啦。咁之後咧，仲繼續講啦，就係一啲政黨嘅問題。第7點就講到政治兩黨都唔掂啊。喺加拿大嗰邊佢話自由黨嘅政策咧就偏向係劫富濟貧，中產成日俾人加稅，而新民主黨就多年喺度內耗，缺乏實幹噶。之後第8點就係中產同有錢人成日變成提款機，加稅、縮免額、削津貼、補貼窮人福利，財政壓力越嚟越大噶。之後第9點，行政效率極慢啊。喺嗰邊例如你去銀行開戶口，搞個地址證明，要轉賬，或者政府部門要處理文件，樣樣都可以拖你幾個禮拜噶。你諗下，每一樣嘢拖你幾個禮拜，可能好簡單嘅開一個戶口，最終就變成係咪幾個月？呢啲咧我哋都有時聽到係咪？以上咧就一共9個 point 呢位網民你數出嚟。佢亦都特登戴一戴頭盔，喺度利申講明佢自己咧係喺加拿大住咗幾年噶，並唔係話要唱衰只係呢一個就係現實噶。最後佢就講到唔少嘅香港人移民加拿大之後覺得生活好，其實主因係住屋環境大幅改善。喺香港樓價極高，租金負擔沉重，連中產都未必買得到似樣嘅單位，但係喺加拿大用相對合理嘅價錢就可以租或者買到大屋，仲有花園、車位，住得闊落舒服。呢種心理落差係好大噶，好多人就將住得舒服放大成為加拿大生活得好，但事實上除咗樓價相對平之外，加拿大其他方面例如能源、食物、交通、稅務、效率、治安等等，其實未必好得過香港噶。有啲人甚至乎會打飛我哋唔講粗口，有啲人甚至乎會吹得好誇張，但本質只係香港買唔到樓，變成喺加拿大終於買到樓。咁我自己覺得咧，呢個貼文都講得都算幾中立㗎啦，係咪先？都幾實際㗎啦。佢講出嗰個重點，其實大家都明嘅嚇。最大嗰個因素可能其實就係房屋嘅啫。喺嗰一邊咧就可以即係買樓又好，租樓又好，嗰個壓力冇咁大居住環境好咗但係咧可能忽略咗其他方面，未必好得過香港甚至某啲方面可能不如香港添啦，係咪先？即係其實佢嗰9點嘅意思就係咁樣咁同埋咧我自己就補充幾點啦。其實網上都有講噶啦，就係你過去生活嘅時候咧即係多多少少始終都會有一啲人會講，就係嗰個生活習慣或者文化差異係存在嘅。係啦，即係我唔習慣嗰邊嗰種各種各樣嘅商店食物係嘛？呢啲人與人之間嘅交往咁總結為文化差異同埋習慣啦。呢啲都事實係遇到嘅情況。我就已經唔同你講有冇歧視嗰啲嘢啦。香港可能都有歧視係咪唔討論啦咁樣。但係習慣嗰啲都係仲有嘅。係啦，然之後喺呢度多講兩句啦。有啲人都講，係啦，個加拿大又唔好大灣區一定好好內地一定好好，又係嗰句啦。不如學下呢個樓主中立啲咯。內地有內地嘅着數嘅地方就唔係話佢有一定係全面係好嘅。即係依家咧，大多數香港人去睇內地嘅時候，第一啦，港人北上消費Simon 都有接下廣告，係咪先？呢個都係現實。港人北上消費去玩
放假去玩2日啊嗰啲，亦都係好啱嘅，性價比高呢樣嘢大家都明。第二就係有一部分可能係嚟內地係退休嘅，咁呢一啲咧就相對又係內地居住成本平啦，亦都坦白咁講句個習慣相對類似啦。你話香港同內地嗰啲習慣完全一樣咩？沒可能，絕對有唔同嘅。但係我諗嗰個鴻溝係冇香港同加拿大咁大嘅差異咯，係咪先？咁實有一班人咧就唔希望即係嗰個文化差異又或者個習慣咧差異咁大嘅。咁但係內地相對就接近一啲啦，生活成本就低啲啦。咁甚至乎內地有內地嘅某啲優勢啦，咩外賣平台、網購好着數呢啲係嘛，所以適合退休亦都我覺得係一個幾不爭嘅事實嚟嘅。咁但係對普通打工仔嚟講就唔敢講有咩着數啦，除非你係嗰種特別揾到錢或者俗稱為特殊人才我係適合乜乜行業嘅，咁內地又有咩公司請我咧特別高人工係嘛，咁呢種人去大灣區或者去內地闖就真係特別合適啦。你攞一個比較高嘅工資，然後喺內地享受一個比較平比較好嘅生活環境，仲有我哋頭先講嘅咩網購外賣平台甚至乎咁講啦，你喺內地你買架車Simon 近排就諗住買架車啦。你買架車幾鬼平或者你唔買車，你打車幾鬼平即係相比起香港或者西方發達國家嚟講係嘛？呢啲都係喺內地嘅一啲優勢嚟嘅，係啦。好啦，咁今集影片就嚟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到最後。中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留言、讚好同埋訂閱，我哋下集再見，拜拜。